好吃吗？你是在报复我吗？你要逼我干伤害你的事情吗？我告诉你，赵文。谢谢。你干嘛啊？我心里有点空，想找一下踏实的感觉。我知道在你这儿找得到，也只有你这儿能找到。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急事儿。我还有一些话想跟你说。你说的对，我去小吃街提醒你，后来又跟你撒谎，确实是因为心里还对你留着念想。我心里一直就没放下过你。我可以对其他任何人不掺杂一点感情的就拿来利用，就是对你不行。我所做的那些伤害你的事儿，其实都是想报复或者嫉妒你身边的人，不是真的冲着你。别跟我做陌生人好吗？你可以恨我，但是别跟我做陌生人。我心里空的时候想看看你，想跟你说说话。我已经不恨你了。如果心里边还有恨，那说明还没有放下。可是我早就已经把你放下了，不管我们是不是陌生人。我只是不想再跟你这样下去。不值得，真的，对你对我都不值得。我已经找到我心爱的人了。我知道，真的爱上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感觉了。所以我也知道，过去跟你，咱们一块儿，其实跟爱，我可能没有爱过你，赵文，但是我谢谢你，对我还有感情。所以，你想过你要的那种日子，你去追你想追的人，都是对的。我祝福你。只是咱们今后能到此为止吗？我们都过各自想要的生活，成吗？谁？那个人是谁？您的情侣套餐已经上齐了，请慢用。我要吃饭了。这是他们这儿秘制的栗子蛋糕，我估计你会喜欢吃。你知道我心里还有你。好吃吗？你是在报复我吗？你要逼我干伤害你的事情吗？我告诉你，赵文，如果你想让自己心里空的那种感觉再强烈一点，你就尽管去做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没有人能逼着你去伤害谁，只有你自己想去伤害谁。我已经无所谓了，既然躲不开，我只有勇敢的面对。确实爱上了，不管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，我都不会否认这句话。我爱上了。这往事谁又曾提起？再一次忘却你，这来世谁还能相遇？再一次能爱上你，你迷了路。
怎么了？下午跟那2个导演编辑不是谈挺好的吗？你怎么不太高兴啊？没有啊，学你转会儿库，不行啊？哼，是因为你老爸的事在郁闷吧？你说我怎么会摊上这么一老爸呀？你知道吗？我每次看到他都特别后怕，我老是会想啊，要是二妈当初没有带着宠物嫁进我们家，我肯定会变成一个问题少女，说不定还会得个什么自闭症啊、忧郁症什么的。更遇不到你了，你们现在这个家，我光是想一想啊，心里就特堵得很。好了，别这样，总拿没发生的事儿搁自己心里添堵，别胡思乱想了。不是，你说他既然那么不适合当爸，也那么不愿意负责任，那当初为什么要生我呢？胡说八道嘛！他要不是你，我怎么办？你准备让我单身过一辈子啊？哎呀，人家正在讨伐小老头呢，你突然说出那么一句甜死人的话，让我哪还有心情讨伐他嘛？讨厌！哎，不是，其实我觉得叔叔吧，还是挺关心你的。你看，你让他请媒体吧，他立马就把人给你带过来了。还有上次办画展的时候，也是他主动到波波蜜跟你报道的。他可能就是还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。还有就是你的问题了，你说每次见他你干嘛那么凶啊？你就不能好好跟他说话？当然见你能闪就闪了。你怎么帮小老头说起话来了呢？没有，其实我就是有点体会罢了。我以前和我爸也不会沟通，就算见着面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所以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我爸其实挺疼我的。自从你楚木文怡来我们家以后，又一起经历了破产的事情，我才慢慢和我爸接触起来，我才慢慢了解我爸的思想。以前除了跟我姐在一起的日子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没有家的人，到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也有家，而且有家是那么幸福的事儿。你不是都告诉我了吗？我们一家人要紧紧拴在一起，缺谁都不行，而且永远都不分开。叔叔也是你的家人啊，当然我们也不能缺。你呀，应该紧紧地把他也拴在一起。我们家的冰怎么变得越来越可爱了呢？真让人受不了。好吧，文天下现在心情彻底好了，那以后就算是看在你的面上，我下次见小老头的时候对他好点儿。走，回家表功去，把找到2家媒体做宣传的事儿啊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好好表扬咱们。走。在街上会被看到的。我就想牵你的手跟你走一会儿，就像大街上那些情侣似的，牵着手走一小会儿，就一小会儿。